也不知道多久，就是那个巴基突然间想到这首歌，你来瓜丁的阿拉就也好那么等爱。他其实那个歌他是想要去诠释一个，因为我们的阿美族的猎场在都兰哦，阿美族的猎场跟布农族的猎场是相近的，会重叠。哦，还有卑南族的猎场都是重叠的。那个有一对姐妹，她们到山上你金对吧？登就歪从那，然后就碰到布农族的这样，然后那个布农族的想要调戏那个两个姐妹，结果那个姐姐就跑回去了，刚好顺着时间跑回去，结果剩下那个妹妹就跑到树上去，然后爬到树上的时候，因为布农族跑不高，他跑不上去。完了有那个我去讲的啦，就是不代表本台的立场。然后那个妹妹在那个树上，就是想要回去了啊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她就唱这首歌，然后对我先唱。一当啊，在宁国北哈乌北哈多。Amin kai idangau kainin ko kaya ako amin kai idangau kainin ko unto ako amino kai kita. Hai.